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画面上这个所在，互环保团体选定是今年全台湾上互人会胃会吐的所在，就是高雄桥仔头的必秀社区。这规个空地啊，拢是废油桶、废烂土，掺水池仔内嘛拢是废油，而且臭毛毛，只要片20分钟就会感觉无爽快，真正是艰苦着住伫个附近的乡亲。 我顶的铁桶啊，规涂甲油脂，还有可怕的臭味，土地都安尼被污染。记者后方是位于高雄桥头的空拍影片所在地现场呢，恶臭味相当的难闻。记者待不到20分钟就觉得身体非常不舒服了，更何况是这边的李明呢？臭甲的人袂困，一头壳会想要爆炸，鼻孔会烧，然后阁会打。老湾大海，恁鱼啊，恁敢食吗？ 民众骂声不断，伫环保团队计划才知影高雄桥头这块空地啊，长期蹲放油桶，也有烂土，这个环保局拢唔管。处理有害废弃物不能这么随便，这真的是放水。环保局解说业者已经提改善计划，清理时将铁桶啊扭起来，这油倒啊规涂骹才会变做安尼。因为厂商的作业可能作业的并不是那么完善，就会产生了很多的臭味。依照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的规定，惩处10万元的罚金。 桥头必须社区里面，大家拢闻种臭味，感觉真困扰。业者表示讲会赶紧处理，但是里面真正是已经无法度忍啊。